喂，問，咁咧就你誒睇晒成套《金色森林》，咁啊有咩分享先？咁我覺得套戲好好睇啦，緊張刺激啦，尤其是最後嗰幾集啦。不過啲內容咧同我哋平時做嘢咧就有少少分別，有少少唔同。咁你同我一齊煲劇㗎嘛？又作為一個遺產管理人、遺囑執行人嘅律師，又有信託同埋遺產規劃嘅資格。咁不如你講下你嘅睇法啦。好啊，呢集我哋都幾多嘢講嘅。咁啊，第一啊，首先根據劇入邊咧有個角色叫做高森啦，哇，30幾歲人啊，好鬼靚仔又醒目，咁啊代表聯合家辦喎，連呢個成個家庭嘅事啦，咁啊兄弟嘅爭拗啦、婆媳糾紛啦都要處理。咁啊不過現實當中咧，多數嘅聯合家辦咧，其實都唔會走去你屋企咧管理你屋企社嘅，咁啊主要都係負責資產管理啦，咁啊信託啊、承傳嘅規劃啊。咁啊，處理屋企嘅爭拗咧，其實就唔係佢哋服務範圍之內嘅。咁如果真係要去到咁貼身嘅服務啊、度身訂造咁咧，咁啊又包括搞埋家庭活動啊、家庭治理咧，咁啊可能要搞即係單一家族辦公室，即係你自己 office 咧、自己家族咧就完全控制，自己請員工，咁啊未必好似電視劇咁樣啦。咁啊聯合家辦啊會管晒咁多嘢嘅。咁現實之中咧，咁啊更加要防止高森咧食兩家茶禮啊嘛。係啦，其實咧我留意到咧，有幾集係講董事會開會要罷免主席嘅。其實現實中咧就冇咁容易嘅，即使咧唔係上市公司，都要根據公司條例同埋公司章程預先通知，先提出罷免通過嘅動議，經過董事會、股東會合規程序表決通過，再向公司註冊處登記。咁咧唔好以為好似劇入邊咁咧，話開緊會啊，突然間又罷免啊，我要舉手啊、投票啊、即刻表決啊咁啊，咁咧就，但係都明白嘅，咁做戲係要咁樣先至好睇啲噶嘛。係啊，咁咧就話劇入邊啊有主線咧就係方仰天嗰個信託有效冇效啦，咁佢啊生勾勾嗰啲仔女咧就質疑個信託有效性。咁啊，仲揾咗好似好勁嘅應大狀，咁咧就話咧，只要能夠證明嗰個成立信託嗰個人咧係有重病，咁咧個信託咧就係冇效噶啦。咁呢件事我又未必同意啦。咁因為咧，其實咧個爭議發生緊嘅時候啊，其實嗰個立信託嗰個人咧，個成立人咧自己仲係生勾勾嘅，咁啊就清醒啦，就可以自己出庭添。咁咧，我認為啊，即係一個成立信託嘅人，佢清楚表達到自己嘅意願。要推翻佢呢個信託咧，其實係好難嘅。咁我哋有時都會去醫院啦，幫啲病重嘅人啦立遺囑啦。咁重病又唔代表佢唔可以處理自己財產噶嘛。咁最緊要係佢清醒啦，知道自己做乜啦，明白自己做緊咩嘢啦。因為即係話又唔係要去成立信託啊，或者係立遺囑啫，唔係要去上山打老虎啊嘛。係啦，到後面咧，方仰天死咗之後咧，有份假遺囑出現喎。想推翻個信託喎，呢一個咧就仲要奇怪，因為咧就要話嗰個咧遺囑執行人咧攞晒全部財產添，呢個咧真係好奇怪。因為嗱，我哋先唔好講嗰份遺囑係真定假先啦，只要信託係有效咁成立咧，法律上嘅信託財產其實就已經唔屬於嗰個設立人啦，即係唔再係方仰天先生名下啦。咁遺囑可以點樣推翻信託咧？點可以撤銷入邊嘅安排呢？我認為咧呢個係成套劇同現實法律差異最大嘅地方。編劇咁寫咧可以理解嘅，因為可能因為如果冇遺囑啊冇假遺囑咧，套劇就冇咁多層次，冇咁多衝突，冇咁好睇啦。係啊。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。係啊。咁或者下一次咧，我哋講埋另外一半我哋嘅睇法內容啦。好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